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跳繩全攻略，我係劉 Sir。今日要教大家嘅花式咧係側擺開跳。做側擺開嘅時候咧，有幾樣要留意嘅喎。首先咧，每邊手都係各揸住一個柄，然後側擺嘅時候咧，注意唔好咧成個人扭動咯。然後第三樣要注意嘅咧，就係揈完一下側擺之後，手要舉高打開，然後跳過去。以下咧就會有幾個練習俾大家去嘗試做呢個側擺開跳喎。第一個練習，單手攞住晒兩個柄，然後揈繩，然後每邊咧做10次。第二個練習咧就係雙手各揸住一個柄，然後同一邊咁揈繩，每邊做10次。第三個練習咧就係做個側擺嘅動作，不過揈一下，然後就舉高咁樣打開，然後踩繩，咁樣咧就為之一次，做10次。而第四個練習咧就好似啱啱個練習咁樣，不過今次咧就唔係踩繩咯，就係側擺之後舉高打開，然後跳過去，完成一個側擺開跳嘅動作。咁如果成功咗之後咧，就可以嘗試每邊都嘗試做呢個側擺開跳，做10次啦。以下咧就會有幾個做側擺開跳嘅時候咧常見嘅問題喎。第一個，做側擺嘅時候咧，兩隻手黐太實啦，唔記得咗打開跳。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條繩側擺嘅時候打到自己。第三個問題咧就係做側擺嘅時候咧，連個人都一齊扭埋喎。第四個問題就係做側擺嘅時候，隻手揈得太大啦。而第五個問題咧就係做完側擺之後，條繩向咗後揈。如果同學仔想挑戰難啲嘅話咧，就可以嘗試下做左開右開咁樣去連續做10下喎。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下次跳繩全攻略再見，拜拜。